今儿个我就把你们都给一勺一勺的贿赂。还有你这个皇帝，什么师傅，你也一起上吧。哎，不要，爹爹，伯父，就让我跟这个恶人比划3招吧。对，你们大家都不要动手，让玉儿跟他比试比试，也好叫他领教一下大理国小王子的厉害。岳老三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比试3招。你要打不到我的话呢，你就拜我为师。不过呢，我要成了你师傅的话呀，我也不会教你武功的，因为你的资质太差了。我呢是教不了你这种笨徒弟的。你说我笨，你教我武功，你又会什么狗屁武功啊？要我教你武功，那还得看看我今儿个心情好不好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你看，小心！好快的身手，好身手。好啊，玉儿，你伯父和你父亲教了你这样的武功，你竟然一直瞒着我。哼，岳老三，你3招之内都没打着他，反倒被他给摔了一跤，你还不赶快磕头拜师啊？他刚才没有真的跟我动手，不算。不害臊！你要是不拜师，可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你是愿意拜师呢，还是愿意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呢？你这臭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刚才老子没有真正动手，现在才要真正的和他动手呢。你别伸手打他，这要成几点才学到？爹爹，我现在有点害怕，我看不成啊。不用害怕，我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岳老三，我们3招已经打过了，你应该拜我为师了。玉儿，别打了，你已经胜了。不用担心，玉儿没问题的。岳老三，你要是不赶快拜师，可就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胡说八道！我岳老二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做乌龟儿子王八蛋的。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。是吧？鼻子岳老二，给你磕头了。段郎，你这徒弟也太没礼貌了，下次见到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赢他全是靠父亲相助，下次要碰到他，可能换我来拜师了。娘，我敬你一杯，恭祝你跟爹爹终于团聚了，还有我们一家3口啊，可以共享天伦之乐了。我不喝酒。娘，穆姑娘也敬你一杯。我敬你一杯。你看我们玉儿，真是越来越淘气了。我们做爹娘的都管不住她了，以后啊就靠你了。没问题，我最会管他了。他要是不听话呀，我就打他，打到他听话为止。对，这小子就该打。刀白凤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这是刀白凤，百夷人。我们家玉儿可对你真好，连我是百夷人也跟你说了。她呀，身上有一半也是百夷人，难怪她这么野。玉儿，吃菜。你真是刀白凤？对呀。使命难违。你
快拿解药！红的内服，玉儿，白的外敷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王爷，药！我要杀的是刀白凤，不是段郎。娘，我没事，你们不要为难婉妹。好，我们不会为难她的，你放心。看不出来，你真会骗人，居然说不认识修罗刀秦红棉。你，凤凰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回去跟他说，他若是想来杀我，让他自己找上门来好了。什么修罗刀秦红棉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你还装？他就是那个叫你来杀我的人。你说是我师父？不，我师父叫幽谷客，不叫什么秦红棉。他让我见到刀白凤就杀，没想到就是你。我早就觉得不对劲。他是不是还让你去杀俏药叉甘宝宝？那倒没有，俏药叉甘宝宝是我师叔，他叫人送信给我师父，说有2个女子害了我师父。这个大仇非报不可。那另一个一定是姓王的了，住在苏州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和我师父先到苏州杀他，可没有想到，这个坏女人手下人真多，住的地方又难找。我们连面都没见到，就被他手下的人一直追到大理来了。都是你欠的伏牛债，自己好好管教玉儿吧。凤凰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干嘛还放在心上？我才懒得放在心上，是你的那些旧情人都放在心上。凤凰，别拦我！凤凰，你怎么报复我？下手吧，我不怕。真香，太香了！我早就应该看出来，你的模样，你的性格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五罗青烟掌，你怎么也会？这个，你师父也教过你吧？我师父说，这套掌法，他绝对不传别人。死后，要带进棺材里去。绝不传人，要带入土。他只是在我不在的时候练这套掌法，我只是偷偷看到过。他常常独自练这套掌法。我师父每次打完这套掌法之后，就突然发脾气骂我。可是你怎么会的？好像比我师父打的还好。这五罗青烟掌是我教你师父的。那你是我师父的师父，也就是我太师父了。不是，
你今年18岁，9月出生，对吗？我的事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到底是我师父什么人啊？我对不起你师父。你说什么？你对不起我师父？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你爹娘是谁？我师父说，我是被爹娘遗弃的孤儿，是师父把我从路边捡回来养大的。你恨不恨你爹娘？你哭什么？我没哭，我刚才多喝了几杯，有点醉了。你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了。男人是绝对不流泪的，除了孩子。婉儿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。你有什么心愿，我都想办法帮你实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就答应我和段郎的婚事，你替我们做主，不许他负心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刚刚说过什么都可以答应我吗？你和玉儿，你不能嫁给玉儿。为什么？是他亲口答应我的。冤孽，这是冤孽！他要是不要我，我就杀了他，然后再自杀。我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。别的事都可以，就这件事不可能。怎么不能？难道段郎他变心了吗？不是玉儿，这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的错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玉儿是你亲哥哥。你说什么？段郎他是我亲哥哥。不！你知道你师父是谁吗？他是你亲娘，我是你亲爹。你骗人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！婉儿，我们回家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婉儿，我们走吧。红棉，红棉，这10几年来，我想你想得好苦。婉儿，我们走吧，我不想在这里待了。师父，他骗我，他说你是我母亲，他是我父亲。没错，他就是在骗你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的亲生父母早就死了。红棉，红棉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你别走了，我们2个永远厮守在一起。一家人团聚？难道你真想跟我们永远厮守在一起吗？红棉，我们女儿这么大了，以后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！你又在骗我了。如果你真可怜我们女儿的话，你就跟我们走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我是大理镇南王，总揽文武机要，
一天也不能走。我记得18年前，你对我说了这样的话，但我没想到，18年后的今天，你仍然对我说这样的话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在我心目中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负心的汉子。我真是恨死你了！红棉，段正淳，你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王爷了，我想应该做够了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对你很好的，只要你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淳哥，你好糊涂啊！师姐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宝宝，又上他的当呢？他哄你几天，又会回去做他的王爷了。宝宝，你也来了。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婉妹，婉妹，你怎么样啊？段郎，婉妹，你怎么了？婉儿，你去哪儿？师父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段郎是我的亲哥哥？为什么？婉儿，婉儿，婉妹，红棉，你别乱来。那看你想做这个王爷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儿子？啊！看来今天这小子是非拜我为师不可了。红棉，只要你放玉儿一马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爹爹，真的吗？你真的什么都答应我吗？是，我都答应你。师姐，你还相信他吗？把他带走！爹爹！段正淳，我们今天晚上非要动手才行吗？宝宝，你为什么也来和我作对？什么宝宝的，请你放尊重些。我现在是钟万愁的妻子。宝宝，你嫁人了。分开这些年，我一直很想念你。你还想着我呀？回去做你的王爷吧。师妹，你可别上他当了。师姐，咱们走吧。红棉，姓段的，回去提着刀白凤的人头到万劫谷换你的儿子吧。走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师妹，你怎么了？段正淳，你这个小人，你这个欺负我们！红棉，我是不得已啊，我在这儿向你赔罪了。虚情假意，谁让你赔罪了？还不快把我们穴道解开！我们3个人10多年没见了，今日难得再聚到一起。红棉，你看你脾气还是那么火爆。宝宝，你越长越秀气，比我们当年在一起，你好像还要年轻。姓段的，你别花言巧语，快把我们放了。师妹，他的意思是说你越来越秀气了，那我就是越来越丑了。红棉，文章里面讲沉鱼落雁之容，讲的就是你了。你倒是谁也不得罪了。修罗刀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师姐，你还敢相信他的鬼话呀？对，
段正淳，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。宝宝，让我亲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有夫之妇，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宝宝，你还是没等我就嫁人了？等你这狼心狗肺，我就是要嫁人。看来我是没这福气。其实我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你抓走我儿子又是为什么？那晚节骨究竟在哪儿？宝宝不能告诉他。钟先生，请进吧。宝宝，宝宝，他们没欺负你吧？他要敢动你根毫毛，我就杀了他。你是？他就是我丈夫，万劫谷谷主钟万愁。原来是钟谷主。失敬失敬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傻瓜，他点了我的穴道。心断了，你赶快把他的穴道解开，要不然的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你先放了我儿子，我就会放走你夫人。你儿子是被南海恶神抓走的，要放也是他们放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宝宝，原来你是骗我。钟谷主，你请回。等你把月儿带回来给我，我就会放走你夫人。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且慢！皇爷，皇兄，皇兄，他们抓走了玉儿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三位请回吧。3天之内，我们会到万劫谷要人。宝宝，看在你解开我老婆穴道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告诉你，我万劫谷不是谁想来都能来的地方。送客。我平生最恨姓段的人，这个世上姓段的没一个好人。走吧。走。这不是万劫谷吗？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少废话，再啰嗦，我打你屁股了。你别吓唬我，我可不是怕你，我是看你的腿残废了，让着你的。快走！这什么地方？你就是要带我来这儿吗？对，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喂，你把我关在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求我的事，连你自己也忘了吗？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婉妹，是婉妹吗？你是段郎？是我。段郎，我们是兄妹，不能这样的。婉妹，婉妹，这是上天注定的，你也别难过了。啊，我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
也是我的福气啊。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，我不高兴做你妹妹，你要是高兴，就是你没有良心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早知道当初不要遇到就好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谁让你来找我的？你害死黑玫瑰，害得我心里难受，害得我师父成了我亲娘，害得你爹爹成了我爹爹，害得你自己，害得你自己成了我哥哥。婉妹，是我不好，你别哭了，我们先想办法逃离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不逃，我也不想逃，就让我死在这儿好了，反正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想父亲，他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。你先别难过了，你别哭了，婉妹。婉妹。婉妹，你看这些饭菜里会不会有毒药？他要杀我们，用不着毒药。那倒也是，那咱们吃吧。看你往哪儿逃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婉妹，东方春晓，给你们再加一支红烛，你们好好的享受吧。饭吃的怎么样？你这恶人！你在饭菜里面放了什么？恶人不假，而且是第一。我放的是春药，小子，你该怎么感谢我？我让你们如此享受人间快乐。你爱吃
不吃，反正你已经吃了。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啊！不行不行的啊！婉薇不行，不行抱着我。皇兄，你还是在这里等我们吧。是啊，皇上。我看你就别进去了吧。你们别再劝我了，救玉儿要紧。我们进谷吧。大理段氏兄弟前来拜会钟谷主。你是谁？姓段的，既然来拜谷，为何破坏我的谷门？皇上是95之尊，怎么能钻你这树洞狗道？嘿嘿嘿，什么95、96的，到了我万劫谷就得遵守我的谷规。传礼，不得无礼。钟万仇，我的儿子呢？你快把他交出来！哼，真可惜，你晚了一步。我们早就把他开膛破肚了，恐怕现在已经喂狗了吧？我问的是钟谷主，谁问你这个贱人了？高白凤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拿命来！住手！别再打了。姓段的，接刀吧！王爷，我来对付他。你这个鸟人，既然来送死，我先宰了你，再去收拾那个姓段的。你快把我杀了，要不然我……段郎，我要你。木姑娘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，你还满意吗？这阴阳和合算吃了之后，你们要是不行夫妻之事，就会七窍流血而死。你们就是神仙，也挡不住。你究竟是谁？恶贯满盈。呀！段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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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薇，你没事吧？快打我！快把我打晕！婉薇，快把我打晕！快把我打晕！
段大哥，你们被困在这儿了。钟灵，是你吗？木姐姐，是我。我刚才听到那个恶人说话，我一定会把你和段大哥救出去的。太好了，你快去给我们找解药。我已经用内功封住了我的经脉，我的药力又要发作了。你得快！那是什么药啊？红妹妹，那个药叫阴阳和合散，快来救我们！好，姐姐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凤凰，别出手太狠！你到现在还帮他？快！你敢动我段郎一根毫毛，我杀了你！段郎，你没事吧？段郎，你疼不疼啊？你没事吧？段郎，你没事吧？你疼不疼吗？你没事吧？姓段的，你这个长着胡子的小白脸儿，打架还有女人帮忙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砍刀！你敢帮我上火？我也来帮你！哪个王八羔子吵得老子睡不成觉？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不是那个乌龟王八蛋吗？你骂我是乌龟王八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玉儿，你在吗？玉儿。你是谁啊？你是来救段大哥的吧？是啊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是他的伯父，我是来救他的。他被困在石屋里面了。石屋在哪儿？你能带我去吗？咱们把他救出来。不成，我要是带你去了，我爹爹会把我杀了的。你爹爹是谁？我姓钟啊，我爹爹就是这里的谷主。哦，他就是你爹爹啊。为了救段大哥，我还是带你去吧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打过那个丑八怪？什么丑八怪？哎呀，我还是带你去吧，一看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段大哥带到这儿，关在石屋里的。玉儿就被关在这石屋里面，是不是？这位兄台，请你让一让。尊驾不肯让的话，在下只好无礼了。段郎，亲我。不行，亲我。我不能亲你。不，我要亲你。我无视朱哈，大概不会七窍流血而死。我也不能让你死。
是功力。前辈是？你是段正明还是段正淳？在下段正明。你便是大理国当今皇上？正是。你的武功和我比，谁厉害？武功，你稍胜半筹，但要是真动起手来，我能胜你。不错，我毕竟是残废，想不到你当了皇上，武功竟丝毫没有搁下。段郎，婉妹。你怎么了？我马上就来救你。段大哥，段大哥，这小子的定力不错，服了阴阳和合散，居然还能支撑。那是什么毒药？不是毒药，是春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成全他。屋子里还有一个女人，而且是他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？对，是段正淳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。你为什么不出招？我死在你手下，那是再好不过，你的罪孽就又深了一层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延庆太子，应该是你的堂兄吧？我不信。这回你信了吧？在下证明，参见前辈。我是你堂兄，不是前辈。你是故意不认我，还是不信我？证明乃一国之君，言行自当慎重。我膝下无子，因此小侄段誉身负江山社稷之重托，望前辈释放。要是我偏偏要让大理段家乱伦败德，段子绝孙呐！段正明万万不许！遗憾呐，你偏偏不是直接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，但你毕竟占了我的皇位。你尽管去调神策军、御林军来吧，我的实力虽然远不如你，可是要杀段誉这小贼，还是易如反掌。你怎么样才肯放人呢？你立刻到天龙寺出家为僧，将皇位让给我，我就放人。祖宗基业，岂能随便拱手送人？那你就让段誉自己用一阳指跟我较量，赢了我，他自然就能出来。段誉丝毫不会武功，更没学过一阳指。大理国的皇位继承人不会一阳指，我不信。段誉自幼读诗书佛经，心地慈悲，不愿学武。又一个伪君子。要这样的人做大理国君，还不如早一日杀了好。伯父，快进来，进来一直杀了我吧！玉儿，你
你做了败坏门风的事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不过我快活不成了。生死有命，任其自然。小姑娘，多谢你引路，日后定会报答。站住！姓段的，今天你没有见到我老婆，算你的运气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我老婆发誓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见你了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不过，这靠不住，他一见到你这个老情种，他就掉眼泪，腿发软。你们给我滚出万劫谷！滚！以后永远不要再来。大理段家掌门人段正明道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皇帝老儿，你好啊！本谷主未曾远迎，恕罪恕罪，请坐。啊，不必客气。段掌门光临本谷，我钟万仇是得到了很大的面子呀。小侄段誉得罪了钟谷主。今日段某前来，一是求情，二是请罪，还望钟谷主看在段某薄面，恕小侄无知，段某感激不尽。好说好说。久闻大理段王爷以武林规矩接待同道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这里是大理国的地盘，他只需派遣数百兵马，立时便可拿人。他居然亲自前来，好言相求。钟谷主，放与不放，全凭你一言。放，我自然是放了。我把你儿子留下干什么呀？钟谷主，既然你答应归还我小儿，那就请你把他放出来，好让我们母子相见。当然。段正淳，你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还有这么好的儿子，你还贪心不足啊？今天我就让你威名扫地，丢尽脸面。钟谷主，你若蓄意害人的话，在下自有办法让你痛悔一世。事已至此，我钟万仇即使家破人亡、碎尸万段，也要奉陪到底。你不是想要儿子吗？那就跟我来吧。跟我来吧。生死劫，这盘棋胜负之术，全计一次。看来黄眉大师凶多吉少。你把门砸开，把玉儿救出来。慢！你知道石屋之内除了你儿子段誉之外，还有谁？钟谷主，你要是敢用歹毒的手段对付我儿子，你别忘了，你自己也有妻女。不错，我钟万仇有妻有女，没有儿子。即便有儿子，我儿子也绝不会和他的亲妹妹乱伦通奸。亲妹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穆婉清是你的私生女，对不对？哼，穆姑娘的身世，
不用麻烦你操心。这个心我操定了。你大理段氏天南为王，独霸一方，在武林当中也算赫赫有名。各位英雄好汉，大家看看，今天段正淳的亲生儿子和女儿在乱伦通奸，像禽兽一样。孤男寡女，赤身露体，看看段家的公子和千金正在通奸乱伦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！怨你，怨你！大家来看呐！啊，灵儿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乖！哎呀，母亲，臭丫头啊！玉儿，气死我呀！玉儿！啊！哎呦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丫头！你怎么跟这个畜生在一起？玉儿，穆姑娘呢？穆婉清，你出来！来。不要脸的穆婉清呢？我没见到穆姐姐。钟国主，你对小儿太好了，怕她一个人寂寞，竟让恋爱千金相陪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哼，现在恋爱已经是我段家的人了，你要我做些什么，尽管开口好了。怎么是你段家的人了？哎，恋爱在这食物当中，服侍小儿段誉，孤男寡女，赤身露体，自然会做些好事出来。我儿是镇南王世子，未必能娶恋爱千金为世子正妃，但是我儿三妻四妾也很正常。那你我岂不成了亲家了？钟国主，恋爱继承我儿小妾，日内便派人前来迎娶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气死我了！我打死你！你这就不要了，那就送给我吧。岳老三，师傅有命，赶快把那个小姑娘夺回来。你奶奶的！你说什么？你拜我为师，头也磕了，难道你还想赖啊？哦，难不成你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？老子说话那自然是算数的，可就算你是我师傅又能怎么样？老子一怒起来，连你也给杀了。好，你承认我是你师傅就好。钟灵是我妻子，也就是你师娘。
云中鹤侮辱她，就是侮辱你师娘，你能忍吗？我不能忍。你干嘛？那穆婉清呢？我究竟有几个师娘啊？哎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先去救这个师娘。哎，这里英雄好汉都看着呢。你要是连第4恶人云中鹤都对付不了的话，就会降为第5恶人，不是第6恶人呀！快放下我师娘！岳老三，你这个大傻瓜，上人家的当了！我岳老二怎么会上别人的当？你们都是王八蛋！诸位，这次多亏了诸位，才使段家的声誉得以保全，我再次表示感谢了。皇上，这小人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减盐税，恩泽天下百姓，还应我们代百姓谢过皇上啊！这次2位可帮大忙了，若不是如此偷梁换柱的话，我恐怕……巴先生，我还想请你再辛苦一趟。王妃吩咐，自当遵命。我想请你派人把那条地道给封死了。是。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甘宝宝的居室，若不把它堵死，只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，从此以后怕是天天要钻地道了。婉妹，把那个盒子给父亲吧。甘宝宝给你的是什么？钟灵的生辰八字。真是不错呀，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都给你送过来了。伤心苦后，万念俱灰，然是儿不能无父。16年前赵司木叛，志带军来，迫不得已，予以未年5月归于钟氏。宝宝于以为年5月嫁给钟万朝，钟灵却是该年12月初5生的，多半钟灵是我的女儿。怎么了？八字有问题吗？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万万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什么不可以啊？不可以这样做的。钟万朝要陷害段氏，我们不能和他结成亲家。原来钟灵也是你的私生女。什么？凤华，段王爷，你好福气呀！女儿个个都那么漂亮，穆姑娘的野气和秦红棉的性子真没什么区别。你再看小姑娘钟灵，她看人的眼神是不是像甘宝宝？凤凰，凤凰啊，你也知道的，这些年来，我只对你。凤凰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原谅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原谅你？你是王爷，有3妻4妾是应该的，更何况你还没有纳妾呢，只是有一大堆老相好而已。凤凰，我知道了，那些都是我以前做的荒唐事啊！你别说了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把那一大堆老相好接到府上来，热热闹闹的过日子？是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想要这样呢？你当然不会说。我问你，想不想？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你
人！清风拂面，你是不是用的就是这招？手扶干饱饱的。凤凰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管我。凤凰，凤。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快请进吧！有了，各位兄弟们！谁？人呢？没人啊！八成是眼花了。咱们进去吧啊！进去了。快说，谁干的？我，婉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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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叫我干嘛？我不想看见你。我跟我娘走了。你千万别走啊！婉儿，咱们走吧。秦阿姨，你们先下来吧。下来？让我们下来干什么？下来好让你娘把我们杀了吗？婉妹，你别走，我们再慢慢想法子。我有一个法子，你干不干？什么法子？我肯定干。我一箭射死你，然后我再自杀，我们投胎转世，好做夫妻。这不行啊！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。婉儿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咱们走吧。婉妹，倘若你不是王爷，只是个耕田打猎的汉子，或是偷鸡摸狗的小贼，我都愿意一辈子跟着你。我不做王爷了，我就去做小贼，让你一辈子跟着我。我当真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吗？连一面都见不着你了吗？纯哥，你想不想我？我天天都在想你。我又在做梦了，梦里又听到你在叫我。宝宝，纯哥，是我在叫你，你不是在做梦。当真是你。宝宝，是我。纯哥，我又在做梦了。宝宝，不是你在做梦，是我在做梦。宝宝，你房里是不是有男人呐？啊，没有什么男人，你胡说！我都听到了。你听错了。
叶男人，你等着！跟我一起逃吧。我去做小贼，我不做王爷。我跟你去做小贼老婆，哪怕一天，也是好的。你个狗男人，我来了！你又来欺负我了，还不如一刀把我杀死了干净。哦，我眼花了，我多喝了几杯酒，我错怪你了，别生气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没事，有什么事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见到王爷一个人大半夜跑出来，不放心，我就跟来了。哎，王爷，你没见到你女儿钟庭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出来找她，但是找不到，可能她出去玩去了。好，王爷请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！我就不放！放开我！哦，原来你改变主意了，不想做我徒儿了，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谁说的？你先磕8个响头，还给我，然后再将我逐出师门，然后再磕8个响头，拜我为师，让咱们规规矩矩一清二楚，这样老子就不会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我不干，反正呢，我也没有还手之力，你杀了我好了。你以为老子是笨蛋吗？啊，我绝对不会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哈，你变聪明了，而且变得十分聪明。那我问你，南海派的规矩，徒儿可不可以杀师傅呢？当然不可以了，只有师傅杀徒儿，绝没有徒儿杀师傅的事情。哼，那徒儿要听师傅的话，还是师傅要听徒儿的话呢？当然是徒儿要听师傅的话啦。只要你拜了我为师之后呢，你自然也要听我的吩咐啦。这就对了。现在你还是我的徒儿，我叫你把小师娘夺回来，你办好了没有？哎呀，我和云老四正在动手打架，这个小师娘的老子也赶过来了，这趁机把小师娘给抢走了。于是我要和这个小师娘的老子动手打，可打着打着他又不肯打了，这小师娘他也走了。云老四说呀，咱们得去万劫谷杀了钟万仇。为什么？这件大事不办不可啊！否则我岳老二一辈子在江湖上就抬不起头来，人人都瞧不起我了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云老四骗你的，你不要听他的。不，我来指点你。那个小姑娘呢，她是我的师娘，已经比我大出了1辈儿。她的老子呢，就得比我大出来2辈儿，这还了得？那钟万仇是什么东西？岂能比我大出2辈儿？我非杀了他不可。这云老四还说呀，他要抢了钟万仇的老婆做老婆，这可是为了我好啊。那是什么道理啊？你看啊，这个那个钟万仇的老婆呢？也就是说啊，是我小师娘的这个母亲，她本身呢就比我大出2辈儿了。云老四要是能把她抢过来做老婆的话呢，这个也就是说啊，她就成了云老四的这个老婆，也就是我的这个弟媳妇啦。这样我弟媳妇的女儿呢，自然就比我小1辈儿。就是说，现在的小师娘就成了我的侄女了，你呢就成了我的侄婿了，你自然比我小1辈儿啊。这个到时候呢，我叫你师傅，你叫我阴伯，你呢也不吃亏，我也不吃亏，这个办法岂不是很妙？对了，这件大事不得不办，因为这个世上绝对不可以有比我大出2辈儿的人。走。宝宝，你别生气了，你看这多好看啊！娘，爹！哼，女儿，你逃到天边，我也要抓到你！爹，这恶人又来追我！正好，我杀了你钟万仇，把你老婆闺女一块带走玩玩。
儿别走啊！不要伤我女儿！打！救命啊！于老四，你哪来的？你不是只要干宝宝吗？干嘛抓我师娘啊？师娘，你别怕，你挠它嘎吱窝，这瘦猪肝它最怕痒。师娘，师娘，你没摔坏了？臭鳄鱼，我找门所在，为什么说与外人知道？你敢动我女儿，老子砍了你！你奶奶的，你干什么？我为我女儿出手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这老贼，居然敢占我的便宜！我占什么便宜了？她是我师娘，已然比我大出了一辈儿，那是事出有因，我也只好认了啊！你现在居然敢在我面前自称是他老子，那岂不是明摆着比我大出还就2辈啊？哎，老子在南海为尊，人人叫我老祖宗、老爷爷，怎么一到你们大理，就处处比别人低上个1辈2辈的？老子不干，我不干，不干就不干。她是我亲生女儿，我当然是她老子了。我这师娘如此美丽，你却丑得像个老妖怪，怎么可能是她老子？我这师娘肯定不是你生的，是旁人生的。你放你妈的屁！爹，别打了！快下去！哦，你也下来吧。后面有人抓我！放开我！别走啊！爹爹，快来救我！于老四，别动我女儿！臭八怪，你还敢叫我师娘女儿？我撕巴了你！我这玩意儿！于老四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快把我们给拉开呀！你们3个恶人，今天暂且饶了你们的性命，今后再到大理来，休怪老孙无情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大师出手相救啊！快去禀告王爷！玉儿，你怎么了？弟妹不必惊慌。皇兄，玉儿，你是不是御姐星宿海的丁春秋了？丁春秋，谁是丁春秋啊？那就是延庆太子，他竟然许我这门邪功。
天下第一恶人，名不虚传呢。玉儿，你再忍耐些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去天龙寺。强敌当前，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损耗功力！不知枯荣大师在此，晚辈多有失礼。时有轻重缓急，吐蕃国师之约即将到来，证明你既然来了，也参详参详。是。铂金的信封，好大的排场啊！这吐蕃国师名叫鸠摩智，据说武艺超群，精通佛法。他在武功上的造诣非同寻常，而且对天下精妙的武功都感兴趣。他这次来为的是六脉神剑。六脉神剑，我只知道这是我们大理的绝学之一，当真有此剑法？六脉神剑是以指力驾驭真气，伤人于无形之中的高深武功，远在一阳指之上。不过近100年来，没人练成。当年与慕容博先生相会，他对大理的六脉神剑推崇备至，但未得拜官，深以为憾。然慕容博先生先逝，余未报知己，已向贵寺讨求六脉神剑经书，焚于慕容先生墓前。吐蕃国师鸠摩智敬上，用六脉神剑祭奠慕容博，这未免太不通情理了。说来惭愧，本寺虽藏有此经，但我们竟无一人练成经上所载神功，这就难怪那鸠摩智会有恃无恐。当今之计，只有6人分练六脉神剑，以求速成。只可惜现在天龙寺内只有我们5人的功力，尚可参悟此功。枯荣大师，证明愿与各位师兄共练六脉神剑，请大师慈悲，为我剃度。都怪你，惹下这么多风流债，牵连到玉儿。凤凰，这个时候就别再旧事重提了。为什么不提？玉儿要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你别担心了，皇兄已经带玉儿去了天龙寺，几位大师一定会尽力救她的。那吐蕃国国师可能今天傍晚就会到来，现赐你法名本臣。多谢枯荣师叔。这6脉之中，你专攻手少阳3焦经脉，事不宜迟，开始吧。
波图上的红箭运气，可是我觉得我的胸膛快要炸了。玉儿，你跟我来吧。胭脂福祸，就看造化了。